銀牌白銀正邁向跨年代突破，白銀價格對數坐標似乎正形成一個跨越數十年的杯柄形態 （Cup with Handle）。這是一種經典的技術形態，往往預示着長期升勢的展開。自從1980年高見47.6美元及2011年觸及47.9美元以來，白銀已花費10多年時間構築這個龐大基底的杯柄部分。自1980年代以來形成的圓弧底部，反映出一段長期累積的過程，而現時價格已回升至約50美元水平，這正好與連接歷史高位的長期橫向阻力線。目前白銀正測試這個關鍵阻力區域，若能明確突破50美元關口，將可完成整個杯柄形態，並可能開啟新一輪長期牛市週期，重現過往大型基底後所見的強勁升勢。投資者宜密切留意未來幾週及月線收市價的表現，以判斷白銀能否確認突破並展開持續的長期升浪。That is all for today's update. Thanks for watching. Don't forget to like, subscribe, and hit the notification bell for more in-depth market analysis. See you next time.